是飞龙公主，为什么改装正官呢？狄青，你杀死我的翁婿，我是入关要来杀死你，替我报仇。报仇？你真正开始。半价，先按。是。驸马你暂时。意思是，驸马，西辽国的国王一直拢无爱献行表。我伫咧想，假使会当利用伊飞龙公主来交换珍珠机，一来咱毋免动着刀兵，二来呢，早一日办事协调，敢是两全其美的代志。公主言是有理，那咱就决定将飞龙公主交换珍珠机。这看要安怎？龙主，你应该赶紧想办法啦。国王免哪有办法好想啦，拢是王李唔好。当初不听国王的劝解，偏偏要奋进城去，不但无杀害着狄青，连着狄青所擒，当作人质来威胁国王，就献出珍珠烈火旗。这要叫国王如何是好？龙主，你即马卖阮查某囝有啥物路用？依我看着，这就是狄青认主之处。啥呀？你想看卖咧？吴国的勇将全部灭亡，狄青伊若是讲入来，伊敢惊得袂着珍珠机是？即马狄青用查某囝的性命，要来甲咱斗换珍珠机，一来就表示讲伊无要害查某囝，二来要互咱知影知难而退，通好互咱赶紧收兵，毋免阁乱杀无辜。咱应该爱感谢狄青才对啊！王妃啊，你讲即句话意思是？龙主，我爱你赶紧写行表，甲摕到珍珠机去投换咱的查某囝。啥物？你爱国王投降大宋？是，你即马若是毋投降，听后甲狄青因的兵马若是攻入来，你嘛是共款投降一条路。事到如今，也只好如此。好，国王明日亲自带着珍珠烈火旗向大宋投降啊！
人心之道，永远称呼像大宋，保证大宋大军袂阁再侵犯像恁辽邦啊！多谢万岁宽怀啊！王主请起。谢万岁。王主，叫文就珍珠烈火旗，毋知珍珠烈火旗有甚物用处？明知是烈火旗是贵邦定国之宝，毋知奥妙在哪里？请教技术。万岁，此珍珠烈火旗乃是天下一大宝旗啊！不但会当避风、避火、避水，若是暗时只要举出一支珍珠烈火旗，会当照得天下通明，明如白昼啊！这是为什么呢？因为迄个宝旗的顶面有6粒宝珠，就是辟水珠、辟风珠、辟火珠，也佫有夜光珠、辟珍珠、伊目珠啊！哦，珍珠烈火旗，珍珠旗啊，珍珠旗！可见连理终要得到你珍珠旗，明日办事回调。这里啊，高水，大家传。
的车车甲姊夫啊！